有点啊！什么意思呢？好奇怪呀！为生活累得慌，保养得靠威尔刚。哎，他赚了2000，他才会还你修我姐。来到铁中央，可以呀，河海呀。两位，停！今晚大家拢尴尬，一定弱智，大家拢怎样？一定弱智。我帮你翻译，刚才我和他，我们都说你弱智。我就这句听懂了。